再来关心菲律宾的囡仔，在2021年的时，因为雷伊风台扫过菲律宾，造成菲律宾全国经济损失是达到美金4.4亿。那菲律宾的夏尼高岛受灾是更加严重，有8成的厝和学校拢受损害。所有学校若是要重建，就要用10年的时间。这个岛上有145间学校，佮当抑个有115间学校也咧等待重建，几啊万的学生拢受影响。咱台湾的团队入去菲律宾斗3天，今仔日的国际教育专题系列报道，走入世界边界，来看台湾少年家安怎帮助菲律宾夏尼高岛。木材、布棚、甲铁网，一间临时搭的厝，这是学生逐工上课的所在。因为2年前的风台破坏了学校的2间教室，校长只好想办法，让学生继续上课。风台毁掉福邦小学的建筑，也甲上课教室规个线倒。学校除了用临时教室来提以外，也安排学生1礼拜2、3天轮流上半天的课，来解决教室无够问题。不过，这炎天赤日头，加上雨季伫要来，福邦的学生伫艰难的环境之下上课真好专心。Sa taong ito talaga sobrang hirap kasi palagi kami transfer ng room, kasi wala kaming room. Tapos ito napatayo to sa last month pa. 夏尼高岛到单一个115间国级学校等待重建，完善呼唤甲教育局一个学校合作，按照菲律宾政府的防灾教室设计，伫福邦小学开始重建。Some of our learners, teachers, having their classes, some in a very non-comfortable place. And happy we are that here in Siargao, we have the NGOs like you,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NGOs coming to our schools for this. 它是岛上又是最穷的一个地区，因为只要这个情况最艰困的地区可以做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给岛上其他的学校更多的希望。完善呼唤甲爱送到太平洋的小岛，重建这条路也代表台湾超过5000位捐款人的信心，希望让这些囡仔有一个安全的上课环境。记者洪兆成、吴文良，菲律宾夏尼高岛的采访报道。